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。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，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。嚟緊3月12號跑馬地，當日係有9場嘅草地賽事，開跑時間係晚上嘅6點40分。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喺左手邊嘅圖表，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2隻腳。如果想買3重彩嘅話，就可以參考下3重彩配腳係有2匹。跑馬仔有一個指數，呢個指數唔代表越高係越強。指數係代表綜合數據嘅初步預測，大家可以攞嚟參考一下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至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。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，又例如佢第5次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一場5班1000米，馬膽係7號有心意配搭呢個班德禮，近期係跑過2次第3。配腳方面，第一匹1號妙玲瓏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期跑過1次第2同1次第3。另一匹配腳係10號日新月炷配呢個布文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1。3重彩配腳分別係9號天分高、3號謙謙君子。第2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7號錢多多配搭呢個奧爾文，近期嘅戰績係跑過1次第2。配腳方面，第一匹1號龍船快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1同1次第2。第二匹配腳8號極速滿貫配搭呢個艾杜拿，近期跑過1次第1。3重彩配腳分別係11號魔法速遞、3號綠色好景。第3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4號勁者配搭呢個艾杜拿，近期跑過2次第3。配腳方面，第一匹7號好精神配呢個艾少禮，近期跑過2次第3。第二匹配腳係10號標誌配搭呢個田泰安，近戰裏邊未入過席。3重彩分別係2號競馬一生、12號幸運傳承。第4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5號電信龍駒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戰裏邊跑過2次第2、1次第3。配腳第一匹係1號紅愛社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戰未入過3甲。第二匹配腳8號飛雲配搭呢個艾杜拿，近戰裏邊跑過1次第2。3重彩配腳分別係2號浩霸王、4號有德盈。第5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8號奮鬥輝煌配搭呢個田泰安，近戰跑過1次第1同埋1次第2。配腳嘅第一匹係2號論文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戰裏邊跑過1次第1。第2隻配腳係1號爆笑配搭呢個蔡明少，近戰裏邊跑過1次第1、2次第2同埋1次第3。
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1號閃亮老窩、4號追風。第6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5號知道長勝，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戰跑過一次第一、一次第二同埋一次第三。配腳方面，第一匹係2號日馳千里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戰裏邊未入過3甲。第二隻配腳係1號運來五寶，配搭呢個潘明輝，近戰裏邊跑過2次第一、一次第三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0號智勝攻略、7號紅衣醒目。第7場3班1200米，馬膽係2號醫神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戰跑過2次第二、一次第三。配腳第一匹6號佛亮老窩，配搭呢個艾杜拿，近戰跑過1次第二。第二隻配腳係11號線路迎樂，配搭呢個田泰安，近戰跑過1次第一、一次第二同埋1次第三。三重彩配腳方面，分別係9號皇帝英明、3號超開心。第8場3班1200米，馬膽係3號飲杯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戰跑過1次第二同埋1次第三。第一匹配腳係5號無限美麗，配搭呢個艾杜拿，近戰裏邊跑過1次第二。第二匹配腳係10號勁進非凡，配搭呢個班德禮，近戰裏邊跑過2次第三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2號加州德志、8號廚神。第9場3班1800米，馬膽係4號99為尊，配搭呢個艾杜拿，近戰跑過1次第一同2次第三。第一匹配腳係10號一起美麗，配搭呢個巴道，近戰跑過2次第一同埋1次第三，其中有5次都係三大熱門。第二匹配腳係11號北海道，配搭呢個潘明輝，近戰跑過1次第一、3次第三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8號盈益善、2號浪漫老窩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